普渡，海陆向下传奇，占日润。当年96年20，新妇变了移民庙，都有期盼普渡发挥，赐台主做台戏。各庄头都来普渡祭拜移民ra ra，来看闹热嘅人，人山人海，烏馬爭得，佔人都唔過，變順嘅定過，有2-3盞六個，定過是向各頭為能。除了做法事嘅和尚，其他嘅人亦可做唔得行落去。和尚坐度定過下，作能袈裟，卡其石床，面前表彰寫作語，當背表本經書。發揮開始後，和尚上經，幾本經書上貼，為發當求時間。我加工後生時，老人做創業，後生跳舞，唔講信，唔講鬼，其實唐人講，轉落。定過下上經嘅和尚袈裟地圖時，看得幾多，既然想去看看啊，就普渡和尚上經，做唔得聽計則時間，偷偷轉落和尚袈裟地圖時，過後，佢老人講。佢轉落和尚袈裟以後，看到2萬多嘅鬼，該鬼大概是未上冊過天天，人多，鬼將人丟多，專門度人碰度，轉來轉去，有的摸頭那，有的是穿日隻手。然後講是日隻腳，有的摸手又摸腳嘅長長氣，該的鬼大概見頭都有一記相似骨，從膽肝上開能，日頭日兩米，唐和尚講，該日兩米。從愛的人間日落米暗多，該2米就是2台米落咧，該係日則鬼人間嘅糧食。又講鬼是吸收米嘅香氣天天，故所以講本鬼吸收香氣過嘅米，煮味冇味。有個當腳潮手鐵，潮長樹根係木鐵，該條樹兩下半潮為是鐵，有長牙線根係潮鐵，該件牙齒唔是結構就冇用嚟重用。香港頭擺上去唔係剁手剁腳，就係剁頭那。所以移民廟看到嘅鬼，全係上去屍體嘅人，長為冇手冇腳冇頭那。頭擺普渡時，祭拜嘅大體係主讓上好多，現下見來見到用米做嘅台主，事實上都係一樣。該係乃唔好嘅事情啊！唔知移民廟奉祀嘅生命，識得慣麼？